梁子穎議員。主席，我發言係支持通過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動議嘅擬議決議案。議案主要係批准一筆為數不超過係大約1777億5千萬嘅金嘅項目，以應付特區政府喺2025至到2026年度由4月1日起要支付政府嘅服務開支。一般嚟講都係以預算案上邊分目嘅款項嘅20%，除非喺議案嘅附件1或者附件2有額外嘅列明。喺附件1同埋附件2嘅項目之中會係由增加到25%去到係100%不等，都係按各政府部門要處理嘅特別項目開支申請係提高嘅備付款額。例如涉及到100%嘅款額就有3項。第一項就係政府物流服務處嘅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嘅徵款。第二就係社會福利署嘅病人及家屬援助金。第三亦都係社會福利署嘅緊急救濟。而涉及到提升到係30%嘅款額就係社會福利署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同埋公共福利金嘅計劃。我認為香港特區要正常運作，特別係政府要為所有市民提供服務，以及係繼續推進經濟發展之下一定要有足夠嘅金錢去支持。立法會嘅工作係務實嘅，立法會議員必定係會按程序處理係批准撥款。對於2025年嘅財政預算案，財務委員會將會喺4月7號至到11號連續5日進行審核2025至2026財政年度開支預算嘅特別會議。立法會亦都會喺4月16號同埋4月30號再進行辯論。我希望香港市民要清楚明白，香港喺良政善治之下，已經係走上實現由治及興嘅道路之上。香港一定要上下一心，團結一致，繼續發揮社會嘅積極性，齊心改善經濟，最終受惠都係每一個香港人。我亦都希望特區政府繼續走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嘅步伐，關心市民嘅迫切需要，讓市民係感受到獲得感、安全感同埋幸福感。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